了这个24节气已经入冬了，海面上竟然有3粒风台甲1粒准风台。这3粒风台除了桔梗这粒的外围环流会伫台湾落雨之外，其他2粒对台湾的影响较小。但是准风台天土上紧，今仔日就会形成风台，讲无的确会弄入来台湾哦。不过这个变动还阁真大，爱阁观察。会当确定的是，这个拜5、拜6影响台湾上明显会有风雨。这是日本正清的动画漫画，市口外有沙吉啊，那这是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咧今仔日正做今年第25号风台，嘛叫做乌沙吉，名号做天土。TD29的部分，在距离我们台湾相对是比较远的，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在周4、周5接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之后，目前它的预测路径在各家，它的其实变数还是相当的大。除了准天土风台，目前海面上阁有云型极境甲万宜风台。若是天土形成的时，云型也未消失，安尼11月就是史上头一届4粒风台做伙局面。不过准天土伫咧各个路线方面也是差真济。若是往西南部东半部就会受到外围影响，若是提早转北往东部海面，东半部的影响就会较大。若是往台湾南部，就可能会登陆。轻度到中度左右，但是它的范围是比较小，类似小钢炮之类的。那也有机会它的外围环流会跟环境的东北风在我们的东北部外海形成共伴，对我们局部地区还是有集中而且显著性的降雨，甚至于会伴随一些强劲的阵风。路线预报变数也阁真济，还阁会继续观察。不过带来风雨同款有灾害风险，毕竟风台甲古水的动画漫画有啥记是完全无同。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